台东有侪台湾真重要的农业资源。回顾台东农业发展的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开拓者，伊是伫台东市经营农场的王定科。我若讲吼是，明前14年伫台南的客家新营出世的，讲学校毕业了后，去高雄食头路，伫叫做前野水泥吼，可能对资方有啥物不满，这大家发起罢工结果农庄去资方洗头路，洗掉了，到尾就来台东。1925年，伊向原住民租土地，成立王农场来种甘蔗。迄当阵，台东制糖会社因为种甘蔗技术无好，会社特别无法度运作，伊就为故乡客家找人才，引进家己农业试验所的大环境蔗栽，互农场学技术了后，通开始赚钱。1940年，王农场改名叫做国本农场。落尾，王定科当选台东县参议员，做了无偌久，却拄到228事件。俗语讲，关关歹过，关关过。王定科伊嘛处理甲真好势。228发生了，到尾这个县长含一级主管就走来密伫阮兜。我听我妈妈讲，伊讲逐工就是拢咧款饭菜款待这高官嘛，住伫这遮。伊当时伫这个前门遮有这个卑南族的头目，带一寡年轻的因的壮丁顾伫头前，但是因为风声鹤唳安尼真紧张，所以到尾阮阿公有联络迄个马志礼先生住伫这个民丰迄个卑南族的头目，因为因有武力伫咧嘛，会当保护因啊。所以连夜走伫这个民丰遐受到马志礼的保护。伫咱的台东县史的记载，拢有讲伫对伫卑南开的，卑南就是伫这遮。尾手因为宗教一贯道信仰的关系，互国民政府来监视，后代嘛豆豆啊离开国本农场，落尾台东永续发展合规。甲国本农场整理甲真好势，嘛发现足侪介有特色的所在。这间厝有介济甲台湾其他的三合院小可介无共款的所在。第一时间，伊这时间呢是1941年落成。战争的时阵因为这个铁甲水泥拢是战略物资，所以呢，咱这间厝的地表以上无半支铁钉啊。第二个呢，伊这个空间的特性，它是融合了闽日的一个建筑体。迄种围墙你看伊做是圆弧的，过来你看，咱因为袂使用铁这个栏杆呢，拢是用檜落去做。咱正经的太路是甲这个东车市总督府夹入的。正经的庙是福州山，伊的前梁是一个有介传统的手工彩绘的一支庙。为着公平的理念，离乡背景找找机会，成做一个成功的开拓者。这段历史为即马国本农场开始讲起，讲出在地发展甲心声。